继续来关心，这2天北部农历落大雨。根据气象署的统计，伫咧阳明山国家公园遮，对拜四到今仔中昼累积的雨量是已经上千毫米。树林、北投则有4间学校宣布停班停课。因为伫咧阳明山的文化大学嘛改做山顶上课。穿短裤加衬拖，甚至连雨伞都无爱举，无就是直接穿雨帽。拜5早起会当看到校园内底游玩有一寡学生仔准备冒风雨出门。记者即马所在位置是伫咧文化大学的校园内底，虽然即马雨有较细，毋过风也是真透，会当看到校园内底其实无啥物学生囡仔，因为今仔日文化大学是宣布所有的学生囡仔拢爱伫咧山顶上课。早上风雨还好吗？你自己觉得？没有，蛮大的。蛮大的，蛮大的。就雨都是平行的，是吹这样。所以撑雨伞还好吗？不是很好，昨天已经吹坏一只了。前2天来讲的话，应该是礼拜4的这个山上的这个阳明山的风势跟雨势最大。上考量到说，因为有些同学他是用骑机车上山，好，那所以我们后来考量到说学生的安全，所以我们还是决定用远距教学的方式。文化大学也表示，因为昨仔风雨是真大，竟会影响学生仔上下课的交通安全，唔则昨暗紧急开会宣布，今仔日全校山顶上课。另外，即马正咧进行修复的历史建筑草山派出所边仔有一丛真大丛的老树，因为这几天风雨上大，部分树枝断去，树尾缀着草山派出所的厝顶甲钢架。目前文化局表示，已经派工程单位去现场处理，后续也进一步检查老树甲派出所的状况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